我係極度重視今次嘅事件，我已經指示政府各個部門同埋單位全力進行多方面嘅工作。首先嘅工作，最首要嘅工作就係撲滅咗今次嘅火災，同埋救援被困嘅居民。第二係救治傷者，第三係支援善後。跟住我哋會作全面嘅調查。喺滅火同埋救援被困居民方面呢，消防處係調動咗共140多輛消防車同埋60多輛救護車，被動員嘅消防員同埋救護員呢係800多人，亦都使用咗無人機去了解災場嘅情況。我指示咗消防處係動用晒所有佢需要嘅資源同埋人力，去全速去撲救今次嘅大火。